房委會今日決定由聽日起收緊入住公屋嘅資格。準公屋戶除咗要接受入息審查之外，李生明通過資產審查。又李生明，李生明，明啊！就可以上公屋。今日房委會嘅小組修改咗房主所得嘅上限，提高到47萬。李生明。邊一啲人受最大影響？羅年初喺醉酒街開鋪做生意，佢話今年禽流感同金融風暴令到生意額銳減50%。你羅年初雖然有生意有積蓄，但係佢亦都喺6年前開始申請公屋。好似佢咁樣嘅輪候冊人士，聽日開始就要符合房委會新定嘅資產審查，先至會得到編配公屋。根據新規定，準公屋戶要申報嘅資產包括可動用嘅現金同埋銀行存款。擁有嘅房產、住宅同非住宅物業都計埋㗎。土地包括咗地契同埋換地權益書。車輛包括私家車同商用車。的士牌同小巴牌。投資資產包括咗股票、期貨、基金等等。咁如果做生意嘅，就要申報埋公司嘅資產。以4人家庭為例，房屋署原本建議資產淨值超過39萬嘅就會喪失上公屋嘅資格。房屋署最初提出嘅資產淨值上限係以私人樓5年租金總數計算。不過，房署並冇清楚講明根據邊一種類別私人樓嘅租金嚟到計出39萬嘅限額㗎。以39萬計，呢相等於個成家庭咧，佢去出邊租住私人樓宇5年嘅租金。我自己覺得咧，我哋冇辦法向人哋解釋到咧，5年點解要定5年咧，唔定6年咧？因為現時嚟講咧，即使係申請輪候入住公屋咧，就普遍嚟講平均呢度去到6年半嘅。今日房委會租住房屋小組否決房署建議嘅上限，由4人家庭超過39萬淨資產就會喪失上樓資格，改為4個人超過47萬先至冇資格入住公屋。等於住戶喺外面租住私人樓6年嘅租金。用一個比較接近咧申請輪候嘅時間咧，去計算咧佢嘅資產咧係比較一個合理嘅安排，因為而家普遍嚟講咧就申請輪候入住公屋咧，李生明，就大約係我哋認為6年咧你可以接受到嘅數字，同埋你亦都能夠咧即係俾所有嘅社會人士去認同。房署估計，而家14萬公屋輪候冊入面有20%係自僱人士，包括的士、小巴持牌人同埋一啲做小生意嘅人。以羅年初為例，單係公司資產估計就有6-7萬蚊，佢亦都有其他投資，好似買股票咁。最近金融風暴令佢損失接近10萬蚊，否則佢嘅總資產可能已經超過限額。如果真係超得好緊要咧，或者會諗下問啊，點樣轉啊？都好難，攞翻屋企又係啊，因為我係事實上，而家嘅公屋富戶政策規定，一個4人家庭嘅公屋住戶入息同埋資產淨值多過180幾萬嘅時候，就要搬走或者交市值租金。遠遠比政府而家建議嘅39萬寬鬆得多。其實呢個係一個好矛盾嘅政策，同埋直接公屋嘅富戶8幾萬資產。你明打嘅啦，你明打嘅。黎明，淨係黎明，黎明，超。黃牌一家因為96年
鑽石山大火搬入九龍灣林屋區暫住，等機會上公屋。不過實施資產審查制度之後，好似黃太呢啲喺9年9月之後先至入住林屋區嘅公屋輪候戶，就要通過審查先至可以獲得編配公屋。專責賠償佢上樓嗰啲咧，佢本身佢已經居住緊一個單位嘅合屋啊，或者木屋又好、廉屋又好咁樣啦嘛。咁你專責咧，佢應該係政府係賠償俾翻笪地方嘅人哋安置佢上樓，唔會因為樓屋佢或者人超過某一個資產嘅限額咧，就去喪失咗嗰個賠償資格。咁我哋覺得對於嗰啲街坊咧，喺居住情況度咧，你無論如何咧，應該有一個安置嘅政策係俾佢哋即係上翻樓啊，就唔會因為任何嘅原因，包括資產審查咧，佢要喪失佢嘅。由於新嘅資產審查規定，95年9月之後先至入住林屋嘅公屋輪候人士，必須要申報有冇物業同埋其他資產，引起咗唔少林屋居民嘅不滿。黃太話：為咗兒女嘅將來，佢哋一家4口都份外節儉。咁若果因為有儲蓄而失去咗輪候資格，佢就話好唔抵。住咗嚟呢度，諗住可以定啲啦，喺度等公屋上啦，咁點知轉個頭又話上租房，咁上租房又話等啦，或者而家直情話你過額啦，冇得上咯，租房都俾你住先啦，你就揾地方啦咁，即係好似無家可歸咁咯咁。資產審查亦都包括私人樓清拆重建嘅賠償。紅磡蕪湖街呢一項舊樓已經有幾十年歷史，張福喺呢度住咗8年，一間唔夠100尺嘅細房，月租要2000蚊。嗰200表啊，惡劣啦，落雨啊漏水啦，又要揾個桶嚟裝啦，而家講嗰啲事有時咧又跌落嚟啊咁啦，所以我哋整個膠紙攔住佢哋，唔好跌咗落嚟，有時喺度瞓咧，直接跌晒落喺口面嗰度，所以我哋呢個措施一定要做啊。張福單身一個人，本來就冇諗過申請公屋，因為單身人士輪候公屋分分鐘要等6、7年。不過最近佢入紙申請公屋，因為有發展商收購佢住緊嘅舊樓，肯賠7萬蚊俾佢，但係要佢11月搬走，有賠償，本來係好開心，但係而家輪候公屋要審查埋資產，張福怕7萬賠償係得不償失。但係你因為你已經過咗咧，佢冇資格要幫你走啦嘛，咁你仲有咩資格嚟？資格即係就算你使埋呢7萬蚊，你只不過等瞓街嘅。佢覺得當局嘅新政策根本係唔鼓勵人儲蓄。即係而家佢話要我哋即係話用晒啲錢佢，即係唔好留啊！如果你留錢咧，一過下就10年即係如果佢鼓勵你喺度自動嘟呢呢，自動呢呢呢。係咪你而家即係2022年當日自動？你而家先賺住機會未？要揸你出去買私人樓，或者去買物業，咁一個做法咧，其實同而家成個經濟低迷狀況係相違背。因為好多時香港人就正係經濟差手，對前景唔樂觀咧，只係話有錢狂生。呢個狂生唔等於係一定過嚟買樓嘅，但係房委會咁嘅做法咧，就啱啱就令到啲人有啲係就用晒錢佢，一係就諗辦法再儲多啲去買私人樓嘅人。咁樣即係話將我哋嘅香港人嘅資產冚唪唥就去買樓，咁呢個係唔健康嘅啦。收緊公屋上樓資格係政府嘅長遠房屋策略之一，當局希望借住咁樣嚟到合理分配公屋資源。針對公屋資源濫用情況，當局已經收緊富戶政策，租戶每2年要申報1次，如果買入本港物業，亦都要即時申報。下集新聞圖譜，睇下一張普通嘅地圖背後有幾多故事。呢個星期二檔案。